BTC 見6萬 ，Tesla 見300幾。2026年點樣回本 ？BTC 美股預測。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嘅。如果你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個 Patreon 嘅。咁我本新書《美股通勝2026年》咧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拎到咧，可以 join Patreon。咁今日係2026年2月6號啦。我相信大家都好震驚嘅，因為 BTC 咧見6萬蚊嘅。咁雖然我冇貨啦，但我見到都幾手震嘅。講真，即係我之前都連續出咗幾個影片啦，都叫大家咧係手上保持大部分嘅現金先，因為今年係熊市啦，但係你做空咧又會俾人夾淡喎。咁所以如果你投資咧，你係應該係可以承受到嘅虧損㗎。咁我喺1月咧見勢色唔對咧，都已經係立即將80% 嘅現金咧放喺銀行先嘅。咁我今日見到喺好多嘅社交媒體咧，都見到好多人啦，都因為合約嘅即係而遭清算嘅事件啦，都喺度大呻。咁我有幾個 point 想同大家分享嘅。第一就係2月喺全年嚟講咧，都已經唔算係最差嘅月份。咁如果之後即係仲差咧，我都好難以想像。咁我之前咧係有出過影片咧，話 BTC 喺年底會見25,000嘅，咁大家可以睇翻嘅。咁其實大家如果有反彈咧，就會要撤出㗎啦，因為 Michael Saylor 嘅財運咧，其實最快都要去到4月咧先出現嘅。咁但係呢段時間咧，尤其3月咧，其實都好波動㗎。咁第二個 point 就係話 Tesla 咧已經係穿咗400蚊，咁係見過387蚊嘅琴日。咁正如之前所講啦，2月咧並唔係最差嘅月份，而 Elon Musk 喺上半年咧其實都仲有好多破財月嘅。咁所以如果咧係有逃生門咧，係最好咧係走先嘅。咁至於第三個 point 咧都係啦，已經係蝕咗咁多啦，咁點樣回本啦？其實我都即係同翻好多會員分享嘅。第一，你願唔願意等2個月，即係見 Tesla 200幾蚊啦？咁大約係4月中左右。咁第二就係你願唔願意等10個月見 BTC 係25,000蚊啦？咁長期嚟講啦，即係除咗2026年之外咧，我係睇好 BTC 嘅。其實即係我唔知道有幾多個人咧係我長期嘅 followers 啊，但係其實我因為我喺2018年我係跟過一個即係老闆，佢係玩即係 BTC 噶嘛，咁所以我係其實長期我係睇好噶。咁但係2026年咧，我真係要有啲緩衝啊嚇，咁所以斬手定係唔斬手咧，真係睇你自己嘅做法。咁今日咧，我個會員咧都同我講咗呢一句啦，就有時唔係睇自己賺幾多嘅，而係喺股票市場裏邊咧活下來咧先係最重要嘅。咁我都希望咧即係分享翻俾大家啦嚇。